我看完了，我看了，叫，就蹲就扒下来。我嘛，我还是一样，我不是那刚扒了，我那个。还有那挺多的。人家这小小把一小哦，不一样啊，看嘞。是，我啥个也比较大嘞。这啥就没弄嘞。多干嘞。没什么呢，吃呀，啊，这怎么吃啊？为那哎，钱包被找到了嘛？那这不一样，这还找那个，那咱呢？你这是，站在那边，吵了，是做嘛喂？哎呦，咱都不对那嘛。